好，欢迎收看《村民太妃》，我是陈明珍。我俩所采比所去到高雄市的六龟区六龟大桥当碑哦。3年前800风灾样过去的时间，村民太妃节目都第一时间来到了青创泰的灾区高雄市的六龟区哦。这地方呢，这桥盖样是迄几个团体呢，对外交通完全的团体。造成当地民众农业的生产和个观光游客完全没办法来停通哈。3年过去的，你看六龟大桥又开始通了。近边呢，你村民也盼那种的六龟那种的鬼王的文化节哈，希望用那种发通的嗰种的效果呢，带动观光人哈。过一摆来到六龟那地方，无论係水文产啊，也讲饲料到好食的农产品哈，希望。本大家注意到六龟了好山好水的好地方哦。不过3年过去的，当地的灾后重建的工作还迄个完全来做好，尤其那个河坝个疏浚的工作，还讲那种路桥那个全面的畅通的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马上是来完成了完成的哈。不过咧3年嘅期間過去嘅，要來看一下，到呢個時間點上面呢，你嘅民眾係咪已做好準備去迎接新嘅未來？還有公務單位呢，亦都用樣辦法來配合了村民嘅期待哈。大家手牽手共同來行向較好嘅光明嘅未來。等下嚟到六龜國色嘅學校地位度，請台東嘅來賓並台下鄉親共同來討論，提出對六龜區發展最好嘅方法並建議，也請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共同來關心。開會了！節目剛才來到六龜國色吼，頭下講到3年前嘅800風災事件，嗰個六龜鄉係受災非常嚴重嘅地方吼，嗰樣是4處連外橋梁有3條都斷鐵咧吼。然後3年過去嘅，嗰樣是本太水打這個鐵，嗰樣是本太水打塊嘅路，嗰樣是本太水打這個橋，然後路已長好嘅，橋也起好嘅吼。係咪你3年要做停電樣，是恢復起來呢？係咪讓鬼王文化節攀下去以後呢？讓村民身心嘅來讓鬼王來祈求，讓人福分再得到呢？哈，像馬上來進行討論呀，為小給台東嘅來賓。第一個呢係天氣河川管理局嘅管理科嘅科長黃永平黃科長，你好。大家好。稍待為小給係你高雄市六龜區嘅區長宋桂龍宋區長哈。主持人，我哋六龜鄉親大家好。第3位來賓喺到800風災過後呢，也進行青島嗰種部落也嗰種總體嗰種災後重建工作，成日輔導嘅溫景鳳溫小姐，溫小姐你好。主持人，韓國採提嘅鄉親哈，韓國區長、韓國科長，大家好，我係溫景鳳。今日喺你六龜地方辦了第100個第1屆嘅鬼王文化節啦，哈！其實六龜呢地名哈，聽講有真神奇嘅種神話嘅傳嚟啦，哈！講到頭擺咧6隻大嘅龍龜哈，就有個媽媽5隻細龜嘅哈，不過如果做太水哦，5隻細龜啊，他們太水打走嘅哈，後面呢起碼哦，又尋到了對。你下六龜大橋啦地方咧，發現到幾多鬼王媽媽哈，故所以有六龜嘅故事神話傳奇哈。近邊所辦鬼王文化節哦，想先請人嘅記者來帶你去看一下，近邊到六龜辦嘅第100嘅鬼王文化節，到底有幾鬧熱呢？佢套內容有幾精彩呢？肇慶酒店都發誓上緊欺負上自重，今年第1季六龜鬼王文化節發動正式開始。考羅大鼓釀練舞獅，就先到新喜和解六龜台跳宣跳，對盤倆全台灣為自解鬼王祈福平安節。杜富貴燃起之中，和展示的各種兩龜嘅吉祥物，有金錢龜、蓮福龜，還有旺龜板，從印度東升起，嚇到民眾參觀。到
到了10点，贵邦寺最重要嘅部分，係住六桂從二大遊行，這是杜富貴人氣嚟出發。大隊差額紅都有2隻大龜，就算係落水天，大家還係搞到阿媽歡喜。為咗帶動氣氛，氣功所很強烈嘅列下東西行嘅田園上台詞，重點前嘅六桂上山，一隻細節特別讓人歡喜。六桂就係為透過安用嘅文化節來展示在後嘅重建，未要強遊客可轉到六桂來了。我們也希望那麼更多的我們外地的朋友呢能夠了解到現在的六桂是非常安全的。有文化、有傳統，也有美食。六桂為促進地方產業，創造罕卡到有限價值。白白鳳在3年內再起觀光，希望看到新機會。家下新聞樣片裡邊佢都看到5隻太龍龜哈，兩隻太龍龜呢，六桂嘅象徵嚟安名嘅哦，伊分別到太旺、太福、太順。宜韓國嗰種嘅安康，係就係桂王媽媽啦，嗬，你係六桂嘅6隻太福桂哈，太龍桂啦，嗬。係想先請教下你期狀，是講今日拍那種嘅六桂嘅桂王文化節嗬，而到底你攞你地方嘅產業變文化，用樣把嘢結合嗬，先嚟談呢一部分好冇？哦，今日我哋拍呢桂王嘅文化節嗬，一方面都係祈求我哋地方人士嘅安定嗬。因為自從88過後，我哋所有嘅基礎建設、我哋產業、我哋觀光、我哋文化，出現對我哋準備對復興。所以講我哋從重災區進入到我們的重建區，那漸漸的這3年來，由於我們鄉親努力的結果，我們期待我們從今年開始，從現在開始，我們要進入我們真正的觀光區。我哋最大希望都講增加我哋產業嘅能見度嗬。一方面我哋追求嘅我哋產業部分情況改道，不止我哋茶行，一般我哋溫泉，我哋之前呢我哋經濟命脈之一也是泛舟，我們都是在追求復建的可能嗬。我哋產業嘅部分，我哋要多多的推廣，因為我哋原生嘅茶行。讓我哋之前最主要的經濟命脈之一，所以講如何給它包裝，如何給它帶動我哋地方嘅產業嘅部分，之前我哋有跟之前跟那個學者專家也討論過，透過如何的一個包裝跟行銷，然後跟我們觀光地的產業做一個密切的連結，進而帶動我們地方的一些產業。其實唔單止今年開始拍那種嘅桂王文化節樣有發展，其實白白鳳仔以後也可能藝術可能要有顯影餅，因為有顯影餅，因為你那個六桂地區有清有名嘅18羅漢山、18羅漢山，目前林務局在18羅漢山那地方變做遐刺眼保護區，表示講整個18羅漢山地方嘅自然景觀資源是相當豐富的哈，所以要有顯影餅哈。以前是推出了顯影餅，今年又推出了桂王餅，表示講其實幾隻六桂地區嘅民眾一直在往前走，一直在往前走，並沒有被88水災給衝倒打擊哈。那所以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的這個鄉親，就說你們對於六桂地區，你的對六桂地區嘅發展有冇個想法嘛？想來講對點樣嘅桂王文化節有什麼建言有沒有？請舉手發言好嗎？卡叔好嗎？那個太狗太雞呀，這位先生嘿，請來。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想很多其他的地區都會非常羨慕我們六桂有這麼樣的一個文化季，就是大家都想要有一個文化季。那六桂用龜來作為一個主題，我覺得相當好，很具象。我們就可以直接把烏龜拿出來遊街，在比方說美濃旗山，它不可能拿一個很具象的東西出來遊街，那我覺得我們六桂在這樣子一個形象上，我覺得是相當好的哈。有大龜王，還有仙人來保護哈，真的是對，得天獨厚。這樣子的一個品牌的一個發展，我覺得說，我一直希望建議說，因為大家鄉親都非常喜歡，那烏龜的形象，如果說能夠，比方說
进来的公车都变成龙龟公车、乌龟公车，或者是有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乌龟形象在六龟出现的话，我想会是六龟的一个特色。谢谢。其中我相信吼，也摆个龟王节办得非常的成功。但是呢，我们客家三村呢，以往过去伫遐六龟起伫摆，有签在有公约48个。所以，我迄要建议讲啊，安尼起装，所以安尼嘛，安尼咧三里的里面所希望的就会讲，迄要有迄个希望讲，安尼干天台山、六龟、苗圃，并安尼新味天山堂结合为一个吼，可以本海北发展观光的迄个所在。哦，观光的路线咧挺出嘿嘿，挺出一个观光的路线，但是呢，自从88后以来呢，安尼新味天气，一个河川体。流血也有，所以呢，只是当我哋北乡的工作的方面就有个减少，但是呢，人总是要生活啦，吼，一个精神生活总是要维持，吼，所以呢，迄咩像我们其中讲啊，可以结合一个时间，推我哋新味的农产品推出，所以我跟下尾三村讲，安尼虽然河川体流血，但是安尼农业叶子，吼，叶子去发展都很较好。啊，个精，吼，个精致。但是呢，我哋还有一个我哋咧客家的文化的传承，吼。我哋希望呢，下一摆其中迄咩对我哋咧文化传承方面，譬如讲客家山歌、客家语文、客家舞蹈嗰边，迄咪建议我哋其中呢，可以结合一个观光体系的所在来同我哋提供我哋咧文化传承的那个过程，好。我们知道哈，我们六龟主要的产业是以农为主，那这个。农里面我们又是以什么？以我们的水果就是我们的金黄芒果，还有枣子、木瓜，还有那个莲雾。但是我们一直感觉到，好像我们这个行销的状况哈，并不是的很好，而且我们这个知名度好像都一直被人家给占去了。人家讲金黄芒果，有时候不会讲到六龟，讲到了台南的；讲莲雾，说是屏东的黑珍珠，但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好吃的这个莲雾是在六龟，所以黑钻石比黑珍珠好吃。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黑钻石好吃，不是黑珍珠好吃。我说对啊，黑钻石比黑珍珠好吃，你的意思是这样就对了。对对，我的感觉啦，哈，这其他我不敢讲了，哈，这代表我个人意见哈，啊，但是事实上也是听到很多人这样子讲啊，哦，所以说在这种这个状况之下，好像我们的六龟的产品，好的都是被人家给占去了，而我们呢，好像就是光做了，然后就是很贱价的卖给人家，那人家一转手就转得很高价。所以说，希望说区长以后在品牌的建立上，这个产地这个知名度的提升上要再加强。对对对对。好，谢谢这位大哥，谢谢。好，那区长，该问题上先请来回应是讲，头下讲，那种一条客家种各种产业发展啊，甚至讲那种旅游动线的规划来等哈，部分他们请你区长先来回应。其实，客家山村的部分吼，天台山、该新威森林公园还有天山童的部分吼，之前有该地方也是有互动过的吼。规个案的部分，也蛮纳入所谓的客家方面文化总体营造的计划底部。上礼拜也该客家委员会来报告，讲的点，要做啊对内。比如讲，天山童的枫林步道，还有西方伯公，结合如何跟农会结合一个架市集的一个计划，个会期北宫如何利用它的地势落差，规划成一个观光的一个景点，要种种，包括天台山，还有新威森林公园，规个步道部分也嘛对规划地步。所有的有所有报告，还有争取经费。上礼拜所争取经费，我相信报告有3000万。虽然有3000万地步，我希望是讲客家委员会那边做得全额来补助做台湾的基础建设包括伊的文化设施的一个维护当然我希望中央有法度全力支持我会尽量去做。乡亲有讲过的，我六龟区。差不多有80%以上还在农民，我哋要实况，我哋出路，我哋对内，所以讲我哋做唔得忘本，我哋本对内，我哋本都对农民的审核，所以讲我送你过去的，
我大力的推销我们的木瓜，因为俺的木瓜，今年荣获我们全国4大绩优产销班，俺的农民相当的优秀，对俺的邱瑞斌班长还有俺的农会全力的辅导之下，一部分已经提高到国际视野上面的。所以说，俺的木瓜最主要外销到俺的日本。时常有啲，时常係客家人有時有問有幾多人問我講啊，咪弄做乜出咁多博士？咪供用博士也仲按個學歷的部分全對嚟來。坦白講，咪弄有2個產業做啲思考嘅問題，一啲屬主嘅，一啲係中研嘅，有2個有啲共同嘅點，但係好嘅點，如講啊，以貴少受到氣候嘅影響，也就是說，把你第一級產業的部分，如果說在天候影響的情況之下降到最低的話，我相信能夠走出這個活路。那另外，俺的基礎建設的部分，俺嘅詳情報告差不多已經有完成9成以上嘅。俺的基礎建設道路全部暢通無阻。你要到各個觀光景點，包括溫泉區也好，包括我們的特色採買點也好，統統可以來這邊旅遊。做規劃，所以說我要趁這個機會，然後呼籲我們的鄉親，喺度做得啦，過年讓我哋六季了，一定會感受到我哋六季嘅善，我哋六季嘅好，我哋六季嘅獎對嚟講嘅。好。你啊，區長做清完整的說明，不過我想問題啥的，請教你問小姐是講，睇下你像無論係區長嚟講，農民嚟講到，其實到一級產業。農業生產技術係當好嘅，記得仲係蜜棗動態渣，仲係嗰個蓮霧霧轉色比屏東嘅霧鎮珠還要好食你睇記得2級產業加工嘅部分你就龜王餅出來你啲被報道當聽我講嘅金黃芒果嗰個芒果乾其實你部分也有不過可能是講你睇3級產業是講呢個服務啦、包裝啊，嗰啲高提升嘅部分其實係嚟是有當到嘅那種嘅提升建議地方因為對佢哋上睇我喺個線上講到農產品嘅產銷通路、地方品牌嘅辨識度不夠，另一部分有你咪建議佢哋來加強。我哋負責睇下有3個線上有一個線上去講來做乜嘅季6季我是講旺福順如意安康龜王嗎？我們都可以來作為地方形象特色。我覺得公車形象是很好的，然後再來。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想法做法，是不是由您就來組成這樣的一個想法創意，來做一個識別的地標？我覺得剛剛區長有提，我們當然道路整治整個完成大概90%但是呢，我們剛剛沿路來的時候，我看的感覺，我覺得像18羅漢山是非常非常棒的天然景點，非常好的一個景點。那是不是在文化跟故事包裝上，我們再去做一些包裝？其實我今天來了，吃了龜王餅之後，真的很好吃。但是我不知道吃到這個是什麼內涵，是什麼意思就是說你要讓遊客來了就嚮往，想要吃這個龜王餅或仙人餅。那仙人餅的故事就跟18羅漢山有關係結合，是不是再把這個故事的東西再去強化一點？那個蓉嘅餅餅我們是不是可以來做一個巧藝？我們來做明年來龜王文化季來辦一個龜王餅比賽，看誰最有創意。有些我就可以做成龜形，有些我可以做成我是番外篇的龜形也可以。這就可以讓大中小的各地的人來參與。對，那我覺得這是要花一點時間心思，然後大家討論有共識或者區長也很忙，或地方父母官也很忙，給區長一些想法說是不是我們可以做這樣的一個發展。那另外最後的提醒就是，我覺得在產銷跟通路的問題我覺得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整個產跟量的問題了產量你是不是有一定的一個穩定度？那再來，我覺得通路可能是要結合很多像一些平台。你說農會當產銷班一定要去做結合，最重要我覺得是你在市場機制這一端，是不是我們要跟怎麼樣的一個流通單位去做一個連結？甚至我們龜王文化季的時候，我們是盛產
怎么样的物产品，我们就来跟可能 7的门市龟王文化季，我们在上架什么产品，这也是一个方法啊。那方法动作啦，这种大家以想，会想，会想，会付出行动，会做，该决定走一步诶，走一步诶，其实六龟最近迄个清好的地方，佮物产非常的丰富，吼，佮种的文化特别，你睇当然系那句话，部落温泉啦，部落温泉啦，说因为天时节台湾因为来老农溪泛舟，人天时为来洗温泉，所以一年四季吼来到六龟都当好搞，咱农产品非常的多吼。沙溪其实最近有清好的种的基地哈，都已经在那边，只是说大家好好想一下，都在六龟嘛，它特殊的地方哈，想要好好来做诶。但是沙溪当想要做的时节哈，因为那种的风灾关系啦，产业它没落到的哈，那个经费的支持方面哈，是都还没按拉败了哈。所以这个时候想问一下七和局啦，你们这个河川都有这个管理的这个回馈金嘛哈？那这个回馈金有没有办法就是专款专用在我们六龟区，还是说这个，因为像社区现在有很多的力量，都希望说能够再继续延续发展下去，继续再做下去。可是，在推动的时候，难免还是有一些这个心有余力不足，没有钱是万万不能了。好，就是说，那这个回馈金可以被他们所用吗？或者说，回馈金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到我们六龟的乡亲？水利署在河川疏浚这个部分哦，一直都有编列一个回馈金，我们叫做公益支出，公益支出，也就是说沙石的回馈金呐，哈，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样子。那譬如说，如果我们这个沙石收入有净收入，扣掉一些支出的话，有1亿的话，它大概初估起来大概会有1000万的回馈金呐，哈，1000万的回馈金。但是河川局这边大概要说明，就是说，目前譬如像旗山，它有一个旗山河滨公园的一个，他要去建设，所以他有申请沙石的公益支出。那譬如说茂林，他有要做排水，他有公益支出。所以您的意思说，谁先申请，谁就赢就对了？不是，就是说他有来申请，那有一个规定，大概就是说社区福利、排水，社区福利、排水或是那个水资源的宣导等等，它有一些规定的项目。网站上看得到吧？网站上看得到，网站上看得到，只要符合这些项目大概区公所都可以来申请。但是我们这边是说建议说，区公所这边透过市政府那边有对号的窗口，譬如说水利局，那水利局就会把区公所的计划书送到河川局来，那我们就会核实来审查，由公益支出是。核实审查就对了哈。好，是的，帮大家找到一笔这个资源哈，可以来好好利用的哈。反正沙石回馈金嘛哈，就是说老农溪本来就在这边哈，就是每天疏浚也是影响大家生活品质很多。我们找到一个资源，大家可以好好来思考一下，怎么样来利用这一笔这个沙石的这个回馈金哈。其實老農係都白白睇水嘅時節，種嘅河巴嘅河床吼，對呢種嘅沙沙嘅量非常非常的高吼。以下呢當年吼。平均有1200茶次按太多按多那種沙沙茶哦，都佢有6個地方天氣安尼攏阮做上做下。其實民眾是說講無錢就做唔得，有講伊做太水了，要飲到污嘅。錢嘅時節那沙沙嘅溶損又非常非常嚴重也交通安全啊、生活品質都受到影響，都帶嚟下老農孩嘅種嘅清河巴嘅工作，做樣板現對居民嘅生活有影響咧。相信田新聞記者江頭去現場了解一下。炸石叉223的2輛警隊入到六桂區為這個另外成套推27甲線，前年11月開始進行台路必發嘅工廠，當日都係按用路動南行，往內萬內圍都係個清空，係講都到落水鐵，萬內圍都係打工妹。灰塵很多啦，家裡都常常是，只要一天過後就是灰塵，厚厚的一層。當天見面甚至還發現路面兩邊有超過半公尺嘅高大叉，又因為工廠需要為分攤施工嘅排水轉橋及嘅維修，也上叉咧要夾工廠，本人建議工廠品質。高土整個崖片整個54公分，叫一樣嘅做一樣嘅上限咯。公路局設計嚟到轉橋嘅，亦無論地方上嘅人勘察看，無論每個人地方上嘅需求嗰樣嘅。
台路批发工厂很有希望在5年之前内完工，不过六龟路农海嘅输转工厂就冇人过嚟，因为800风采所滚下来嘅奶色非常多，为前提保守库存，为前热帮热。当年都好把施工嘅关小垃圾实差累稀稀，平均当年有2200叉次，垃圾叉超载还有对交通安全显现嘅压力问题，都冲击当地出面嘅生活品质，当然对观光来讲还卡系噩梦。哦，河巴度嗰種沙沙茶非常的多，怪樹也當多哦。看起個清河巴工作是如火如荼在進行哈。不過當然對地方嘅生活造成輕大影響。現場鄉親有沒有覺得疏浚工作？你對疏浚工作有什麼樣的想法並意見的？請舉手好嗎？在這1-2個月啊，我們六龜這邊疏浚就是車輛都越來越多嘛。那在這一段時間，我去觀察的時候，發現我們這邊的疏浚車呢，從早上6點到晚上6點都在跑，而且每一個小時將近有30-40輛在路上這邊跑，而且它走的不是河底道路，而是我們的一般道路。那我們這邊有很多學校，有很多學生要上課，可是他在這邊跑，會不會造成我們這邊學生的早上6點學生剛好上課的時間，那這樣子他們會不會有生命上的安全？那像我們這邊的鄉親，大部分的年紀都比較大，那他們可能對於交通事故的一些反應也會比較慢。那他們去買菜啦，出來的時候，那這樣子遇到這些砂石車，會不會有一些危險？而且如果旅客要來六龜，發現說，哇，那阿姐少姐要車，他們可能就受不了，那可能也不會想進來啊。那這樣子對我們的觀光是好的嗎？我作為六龜人，我有2個提議。第一個就是莫拉克受災之後，持續不斷的砂石車是第2次的，而且是無止境的傷害。我認為販賣六龜砂石的錢應該全部的拿來改善砂石車對六龜的傷害，不要挪作他用，也不要部分比例，因為這根本就是對災民的傷害的再傷害，拿去賣的錢怎麼只是部分比例？好，這是第一點。然後第2點的話，如果要持續挖砂石，我也覺得應該要挖砂石啦。好，那我建議應該設計完整的一個防汛道路，不是便道，因為便道你每一次就衝走一次幾千萬，我覺得納稅的錢我們傷不起，每一年就用幾個月。那應該像以前一樣挖好河川中央的行水道路，那把砂石拿來建設護岸，不要只是都運出去。然後有護岸才能夠真正的保障六龜人民生命的財產安全。那而且這美麗的護岸可以讓砂石車走，然後不會造成六龜的觀光還有產業發展的阻礙，然後更讓我們六龜有更美好的未來。新美啊個走路哦，安尼新美呢，拓寬安尼台路，美到幾多人來彎道，安尼舒爽啊，因為砂石差幾多。啊，路邊有愛種啊，過南啊，一忽一忽，你呢眼睛攏一起來哦，一步一彎道安尼。啊，希望講遐個工廠做吼，做個解釋，啊，個會做個好一些本安尼狀況，因為像安尼個狀況呢，路又狹狹的，又拓寬又砂石差安尼吼。美到幾多間派出所嘅警察又講啊，伊已經接觸幾多間講啊。安尼鐵路方安尼彎道呀，嘿。哦，本沙沙茶嗰種嘅上海道。咪一片將一片安尼搭馬高，啊一片又藍藍嘅路啊，又一忽一忽，一溜啊下，一步又彎道嘅。包括我菜女我嘛彎道。哦，很有趣哦，所以沙沙茶唔像，沙沙唔像做唔得，前啲事對你嘅生活真係造成動態影響，生命安全也有影響。本來人做事也有沙沙茶啦，啊這都。我人做過嘅啊，路冇安尼拖那安尼，一忽過去太對啦安尼啊。啊，見安尼狀況伊來伊查呀吼，攏像盲人咧奶去查嘅，唔咩有半斤咩查嘅，每種查又真冇做。哦，容省羊城很多。用啊個學做安尼。哦，就講安尼，謝謝。好，感謝鄉親反映來看一下，頭下一個鄉親講到，幾啊六龜鄉遐狹長型的吼，幾啊六龜鄉遐按長的啦吼，東港都會安尼落農海吼，按切拉高，所以幾啊落農海喺前沙沙嘅時節，從南到北吼，幾啊六龜鄉都會受到影響吼，所以咱要當到鄉親的反映講，那
后巴的政治梦错，傻傻个一起梦错，但是后面做一个管制哈。我想先请教你区长，他还有向请提出请具体的建议哈，因为针对部分人生做一个回应呢。关于副案的问题呢，副案问题之前前2张日啊吼，有解安尼当天新民总一片的李总，还有俺的李总联谊副总论研究过，甚至于呢，市总嘛可以关心问题，对于种问题河岸的部分、航河部分，有对族谱有对研究过的，所以讲俺哋我建议讲气候局片吼，做的谈俺的提防的意见，如果尽量做副案起来，有所谓建造那个所谓副案，那所有的车辆你走副案的话，整个部分会把那个影响面降到最低。那至于我们另外我们公所承办的我们的砂石的业务，我们都一律要求他们一定要修复河床的便道，整个河道如果说只走河床底的河道的部分的话，相信对居民的一个安全、一个舒适环境会降到。会把它的保障会保障到更好。那至于这个另外一个经费方面运用的问题这个也权利都唔係對人哋講數嘅，因為出價也回饋給咁嘅運作部分市政府也有市政府嘅一套安尼指引的辦法和作業要點，一部分人哋會建議上去做，看可不可以用透過修改的方式，可以的話就是完全交給我們地方來運用。區長頭先講咯，早晨係6點到下晝係6點禮拜6、禮拜日冇變了那部分時間變成利用嘅管制，係咪你區長你都回應詳細嘅說明？也問題都兩難嘅因為因難如講唔喺其他都一早你衝來上問題我哋行政機關我哋開放嘅時間嘛是早上6點到下晝6點，有人咧一早有咧壓力如講數據量嘅壓力。一個數據量，他們一定要在一定的時間內採取到一定的量，否則的話，我們停止開挖，他們有2個條件，一個你數據量到達一定的量之後就停止，第二個就是我們核准的日期，我哋核准的日期到嘅也停止開挖，所以講廠商也有廠商壓力，相對嘅嚴重的因為種壓力都造成我哋堤防嘅問題很多，比如講人哋超重、超載。一種問題更嚴重，所以講我哋之前對近排亞位入會嘅時間，真是一塊參我沙時間，我哋嘛真是航運，本案的堤防的警察同仁，還有我們的氣候局、水利局、市府都有相關的機關來做知會，希望透過重重的把關，能夠把民眾反對的聲音降到最低。那我想在接下來的問題就要請教我們黃科長，就是說剛剛有居民提到說，是不是砂石先不要再出去，先把我們的護岸做好，防汛道路做好，讓砂石社區走防汛道路，不要走村子裡面一般的這個道路用路了變成說這對他們來講，其實他們覺得這個其實他們看起來是不符合經濟效益的了那因為這個傷害很大嘛。那針對這個部分，這個區河局這邊的回應是怎麼樣？那我跟各位報告的就是說，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就是說。我們現在從寶來那邊一直下來，其實沿岸大部分都是山壁啦，那山壁的話，那河川局這邊會針對部分去做護岸保護。那護岸保護等於是說很重要點，有村莊的地方才有保護。那如果說談到這個砂石專用道，其實它是連不起來的啦，連不起來。所以我們河川局的現在的做法，應該各位知道，就是說我們在河床溪底打一個便道。從寶來那邊打50公里，打到高美大橋下游。那原本我們就是希望說，砂石車不可以到市區來，那它都必須走河床裡面的便道。那河床裡面的便道，其實我們都是簡單的用砂石堆起來，因為我們也知道水一來就可能沖掉，所以我們不會投資太多的金額在這一方面，我們只是簡易的做，讓車子可以通行，最重要的是它不要進到市區來，那莫拉克過了3年呢，其實說真的，我們認為真的要慢慢疏浚的量要慢慢回歸到常態。不過我們還是考慮說有防洪需求的，我們還是會疏。所以我們以102年來講，我們在寶來我們一樣會疏，因為我想我們把防洪、把疏浚做好。
应该会对地方上带来很大的一个保障啦吼。所以我们一样让宝来会输在追党规那边会有一场，都是各20万方。那今年我们一样会打一个变道，那你们会看到12月之后变道打起来之后，12月底变道打起来之后，所有的疏浚车辆一定会走砂石的变道，不会再到市区里面来。是的。感谢您台当来宾嘅回应哈，小你先看一下广告以后继续来讨论到防灾个水灾过去3年以后，新嘅时代、新嘅年纪哈，马上来到诶，也六个是还没做好准备，影响未来呢？广告以后马上转现场继续讨论。